為鼓勵民眾下載並且使用財政部統一發票對獎的 APP， 財政部國稅局特別祭出總獎額215萬的好禮，對今年的7月14到9月30推出4大的好康，民眾只要下載或者是更新新版的統一發票對獎的 APP， 耍遊戲、逛發票，就用的獲得好禮，總獎項有16000個。發票從開立到領獎全程無紙化，財政部舉辦了雲端新世界環保享便利活動。活動期間從115年7月14號上午10點到9月30號的下午6點，那總獎額有215萬元，總獎項有16000個。那活動項目有參加拿好禮，那第一梯次在今天的上午10點，你只要在註冊成功，然後你前2000名，你就可以領取電子咖啡券，然後還有捐發票。如果你沒有搶到電子咖啡券的話，你還可以捐發票送好禮。你只要單次捐贈10張雲端發票，每張消費金額在10元以上，就可獲得100元的電子禮券。那我們還有任務積分英雄榜的活動，只要你儲存雲端發票，載具歸戶，設定領獎賬戶，租稅影片，還有針對我們新版對獎 APP 使用的滿意度問卷，還有你推薦好友一起參加這個活動的話，都可以獲得積分。那前2000名的話，可以獲得500到2000元的電子禮券。這項活動對今日開始，民眾只要註冊活動會員，就能得到電子的咖啡券，總共有8000個名額，分4梯出。第一天7月14，如果未付申請，還有7月27、8月17到9月14，每天2000分。另外，還有環保綠電加碼送，佮着任務積分的英雄榜等。民眾只要完成欠分段的發票、載具的歸戶、設定領獎的小戶、觀賞租稅影片等任務，相關2000名，還可能得到電子的禮券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